叫是吧？身份证号码4305241967是吧？啊，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民警，现依法对你进行讯问啊。有手机没有？户籍地哪里的？你的个人简历？以前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没有？你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。我没有回答。可以，那你就这样说嘛。该都回答的时候直接回答。你讲。墙上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，认不认字？需不需要我们给你宣读？那么你看一下签字，好吧？有不懂的地方我可以给你宣读。认不认字？不要，都不无所谓，我不得听。我们给你念一遍。我帮你念一遍啊！犯罪嫌疑人权利诉讼权益义务告知书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期间，犯罪嫌疑人属知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情况。好，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已经跟你宣读完毕。念完了签字不？愿不愿意签字？不关我的事。愿不愿意签字？我凭什么签字？愿不愿意签字？不签。好，不签啊。根据公安机关查询啊，你有多次的盗窃前科啊，最近几次分别是2024年4月7号因盗窃被长安市公安局开封分局行政拘留5日，2024年4月20日因盗窃被长安市公安局天溪分局行政拘留12日，是否清楚？没得事实，不管哪些。你涉嫌盗窃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相关规定，现传唤你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，是否清楚？我不清楚。是否认罪认罚？我没什么说，凭什么演？我演我就是演我自己的。